啊，前些呢，我们讲师完了。这我讲设计为来把，我就讲哦，这个50时啊开始吼，可能吼是爱先迄个做学迄个文啦吼，学台语啦吼，慢慢袂想讲迄台语，咱有时嘛是咧用英语来对网络咧找所属，所以台语咧靠旁边，就是爱会晓台语那边嘛吼，所以这个班的机会就是说也是做这个台语。咱若讲了对咱起码咱就业啊，或者咱及格一下吼。规零三加领第一挂文，连混起啦标题所不必出山路，如何设计刚好？我作文亦不属于莫上内的，多修上。相散，以致九工业做面上存，到八路以后，为员请相做地主摇路，作文也是我大米为连贯，也是许多无了就多名随意用处不同。为应现在偏方语音不尽，无数繁华定义定无，只合自性诸多。作文如是，以后我由你代行，你应放弃。热烈用人不宜缩衰，不管难记。讲着咱做面，三更半，照讲咱讲三更半，照讲这个初更吼，较个印象是7点初更7点9点，2更8点到11点吼，伊若是3更伊若是11点返回哦，凌晨1点3更咱来讲半暝3更半所以半暝是伫3更的时阵半暝应该是咧讲12点若安尼3更应该是惊12点的关系所以这3更我个印象就是规定若是11点到过一日7点时间这一个更有点点4点到3点5更3点到5点的5更就是早起完古早历史上咧迄种地质讲电时代有迄个早起如果5更就咧早起跟早朝呢，所以照咧算这个3更时间若是11点到返回过一日1点这2点时间伫咧3更半的时阵当时这个讲是讲以早迄个官方就讲单传学修未公开，未着密进行，讲是讲单传学修为主这秘密的传传是秘密的到嘛是会使公开的对迄个传传。过去来讲，拢是秘密的袂使讲迄传迄个三宝要公开，自古以来传拢是秘密的咱若做环境这内底做三更半暝加洗食为因不能停电这咱至尊的
卖想着单调的吼，你若显示讲你个单调读书啦吼，追随不认真调调啦吼。即马过来就咧讲哦，即个做文章书是即个即个画太准啊，做参考。要看咱报告讲做啥物，咱讲咱台湾遮吼，嘛咧讲即个做江西的啊，即个做湖南的吼，走江湖嘛吼，走江湖就是江西的湖南嘛。啊，这就是咱若要找名师指点，前面方面嘛，你去考官讲走江湖，讲是迄个江西啊，湖是即个湖南。啊，即卖看伊南边是咧，江西湖南的南边是咧广东啊，啊，遐个福建的吼，现在对北港小区，北港小区，即个福建，即个江西南边就是广东啊，即个福建南边就是即个福建，即卖即个对即个广东去讲要找我做风景代书就爱湖南的北边嘛，湖南的北边就是即个湖北江嘛，啊，伫即个湖北江内底去倒转来，这重点是，这湖南的重点有这个江西的鄱阳湖啦吼，这为了理想，叫讲迄个13分啦，这不做别的当地了，这样对不要搞错。那伊即个北东城市啊，搞迄个东西，湖北黄梅啊，湖北黄梅，东城市啊。故乡广东新兴后来佫移到南台后来佫移到南台所以若做要找做前面方面书，你要考官是向10倍啦惊30万年过，安尼看我先过落吼。以早是讲前过去毋是讲有即个啥物计划要坐毋是要遮坐要遮了，惊我安尼看我先过落，按方入数你嘛讲人地生疏你帮助可能足少咱若讲半途啊，是迄个喙讲毋知你食啥物水嘛，迄可能讲较实在即个，咱是讲皇帝大神要传上命令迄个无比无咱讲驿站可能去叫驿站，驿嘛，驿站，驿头的车站本来讲驿头的车站，驿站伊即个官方的路公家单位的路无比可能较折啊可能只要折，可能是只要折的呢，它的根据可能没有那边讲水咱讲折的水嘛是无咧偌清楚还有可能去找迄个较清气的水你在求生啊，求生的技能。安尼照讲是比较直线向对，若要转来咧，转来讲今人开山讲向西南边，转来的时阵是要向西南边，西南边广东的西边就是广东的西边就是广西所以讲有讲着黄淮期有讲着淮吉线，黄淮的
广西的迄个位置，安尼就爱用像时啊变做，所以爱用2个月时间，安尼距离较近，要用1个月时间，安尼转来时阵惊用西南去，我较远啦吼，要2个月时间，路嘛较无熟，啊可能路错较无好，较歹行，所以讲就爱2个月时间才到迄个。我咱到迄个大理啊，大理啊，大理就是行迄个武陵啊，武陵有关系啦吼，那读地理咯，地理啊，啊下层林啊，都塔林啊，龙族林啊，大理林啊，各个什么林，哦，迄个五岭啊，叫做五半岭啦吼，五岭之林，啥叫做岭啦，吼，人中之林就是讲。岭南的人啊，五岭之人吼，咱主要是咧讲迄个广东的人啦，吼，迄个广东市人的人吼。我今仔去到西边南边遐个，停落来，了那个倒向东，了那个倒向东，就是你等于伊故乡啊，毋过袂使到伊故乡，第下可以说啦，第下。所以去到因故乡的较西边吼，我会印象是安尼吼，个人来去研究。若安尼伊故乡的广东新兴吼，还是咱大遐较西边就是讲智慧啦，广东的智慧。今仔人吼，我去迄个六祖寺呢，做事有做事，意会则什么？长呢？五会接种，就是咧规矩15天，15天伫迄个年规内底遐行迄个去拍面。我迄偌辛苦啦吼，所以讲有法咱去风华的节制，五会接种，伫迄个年规15天看偌辛苦啦吼，你食袂好个吼，你来风气有呢。毋过咱来做，拢食迄肉片菜粿，水源水源机会丰收吼。你但是对嘛，咱有当时可能用妈妈面，丰收加丰收，咱随迄个机会做成熟。你有影片诶，网络，老迄个啥物千年菩提之路啦吼，千年菩提路啦吼，你讲来做吼，啊有迄个影片遮济啦。你若甲找讲做六祖慧能大师传、六祖传，千年菩提路，你讲来做个，还有一个武登山，这出名迄个武登山，武登会员啦吼，啊，个点对，安定会员，会就是迄个规划会员的元宵日元啊，安定会员，咱就看即个优化手册啦，咱记着讲了，搁就爱去通知人规赛，安尼即个收银的过程咱讲你千里风平水，即个一关安尼无简单摕得着医院继承祖名做人来做，我个名刘连生人拢喺规赛收银的过程中真是无课爱着去分管迄个人规内底所以人即个内脚的纪念起迄个名叫做六祖寺啊，迄个广东的四会啊，起个名叫做六祖寺，即个结果用着西边，我印象是在北即个可以参考迄个孟明老师有出迄个，即卖伊新版的。附近的这地图呢，新版咱有当时新版有几个地图咱这来做紧来对讲着啥物地名啊，啥物地名啊，后来就是咱地图咱真清楚，
数多无了多，累积数多无了多，以早是迄个哦，我过20多当时吼，伊迄个迄个累积数多无了多，啊原来这是人做环境内底吼，哦，做环境内底的。啊，这个哦，迄个阵啊，迄个哦，哦，共款的物件吼，啊，艺术无共款吼，我觉得迄金鱼好吼，啊，就看就用这个细小，细小代志甲紧伫迄个自信吼，自信这方面来吼，讲这个自信自度，看着这个53页第2段吼。讲到自信自度啊，第四书道，讲了自度啊，第2章讲到自信自度吼。一般人听咧讲讲你自信自度，不能度，可是帮人咱开哦，这个网络影片咱常常吼，会讲落来做咱水，咱为影片人会演，咱有当帮助啊。不过呢，关于小部分是趋势该随的较多不能这样讲到这个学习书多了自度啦，爱自信自度啦，不能度啦。那么对咱就可以提供写这教现在各个书面做导师都可以提佛陀是开悟者的这四生十物天人导师天人师人天导师人天导师天人天道的人道六道的人天导师那个四生的十物自身的开悟生化心、开心观心、细心化心自心主今天的得出那个配别呢？得那传朝代的就都按以观为书，以改为书那那有可能不以戒为师都以什么为师？觉觉为师那样品来对，现在讲以观为师，那就是讲以法不依人呢依法不依人呢，依法不依人呢，咱见面啊，得那做讲义呢，一讲只是你们的导师而已呢，可以的讲义你安尼讲好知道对。所以交代就是讲以改为书，以观为书咱一般咧学习就以改为书干脆讲你家就是出干正干正伊就是爱遵守天台安尼修炼法依法不依人的所以后壁佫讲着这个，若你讲人不易说出来，违反咱气的你可见迄个大开模这多数拢可能知影讲知影以后会发生代志所以人做以后有迄个这磨难有磨难人知咱修行要失败，咱是没有那个这伤痛，预知未来预知未来，不是天安通，不是八心通，不是心就通，不是脑筋通，不是摄影通，袂是啥物通，你要讲是摄影通，过一个这天人身处肉尽，他心秀一通，神通的力量，不简单。这个
神通哦，啊，有当时啊，若是用提供电脑网哦，好厉害哦，你若做一部影片哦，啊，足济人拢咧做，哦，迄电力以为，哦，几亿啦吼，敢若唱歌尔吼，啊，迄电力几亿啦吼，哦，啊，若是讲有法方法吼，你要年上，哦，上亿电力去哦，迄个更较好，哦，迄个页面啊，咱就讲，个拢咧对，啊对。语言的用心算法嘛，吼，那是会个别指导，吼，大家若拢用伊个手机啊看伊荧幕咧看呀，哦，还是用伊个电脑的荧幕啦，吼，咧看呀，啊，伊若看啥物经，吼，看《法华经》啦，看《密宗经》啦，看做看迄经啦，吼，啊，咱是讲我对哪个解说，吼，啊，咱看点内力上亿的，吼，那所以说。千百亿化身破我，哦，人家讲我经来对我讲千百亿化身，哦，千百亿化身，哦，那个方面网络呢，普遍哦，那正用啊，善用，你听他讲是这种功能，还有那个神通啊，哦，超越时间空间哦的限制，哦，希望能够善用的哈。但是啊，这个科技发展哦，东西越来越大力啊，做环热啊，那种情况哦，大来这个我控制部分哦，所以讲唔加油。咱若想着讲哦，这个我控制部分就唔加油。啊，为是想讲哦，爱改善啦吼，爱用啦，啊，有啥物如何改善咱就即马咱来学习这个无常无业啦吼。每当我感应到咱在学的话，可能我心得哦，就够了吼。还有看无常无业吼，为了是为作义，不足人言，两过中间啊，自带理念吼，个理念就是第一个。我的印象是第三层，第三层要有个。啊，这台语是表现的理念跟台湾不一样。那这个台语吼，因台的啊，理念理念，台我叫是啊，义工台音就是台语音嘛，后面的理念，啊，当我这个有，啊，个国语的音吼，我们说的那个第三声，啊，台语的音是你啊，啊，有讲故意，来误我，我们调起来，那个啊，给他水平够，所以我们当初啊，给一个难过，啊，对，有的这个就比较好来污染，来污染，哦，这个。大一有这些生育面见习啊，甚至更大的到比例这块，更大到比较将这些生命啊，比较比就是大的东西，我也是比三生里啊，大一搞那个研究，工地也有经验，啊，无做故意的，所以不相同啊，将其越。大家一直给越文化，而向消纳或并政府依法依然利虽然关修，我留下自己将来经验，我为了后啦，了数百年来有过一段。已经熟悉，答案名为明，先是制品数品中本姓名多种，一以仓存为众人先
汉字为为了为啊为，所以讲为啊为哦，大概看迄个上下文的上下文的脉络啊，到底是为还是为？为啦，那就讲是嘛，为为重人先，为重人先，哦，为啦吼，把那个印象，为重人先，汉字为。为是咱种个属性的描述啊，吼，属性的描述啊，吼，那要用讲意思啊，意思啊，啊来为零点，你台语讲读点呢，为零点啊，以过有照相，我处理表示个零点呀，零温超过天，为零啊，为零级。哦，断不动的断，断不动，乃原文，行者莫为发来，不为依来，为令随出来，随随中，患者照相，为令作内文，望行者为我说法，为令文。利益为断起来，二边写主演了，我先一点，要看到咱的学生把这个基础上面变，这个通用假设通用，哦，它都在使用它不会上去偏旁边，有一寡字哦，咱叫讲伊叫是咱古早字啊，它不会偏。啊，对，古早的字较少，咱写字通用。哦，所以每当我们无讲，就讲最近一个历史啊发展的吼，会定和变现主义，有新力量，我为逆算，明了久了为人文，不输先呐，不输哦，见不摸形啊，摸。正以摸形，国语嘛是叫摸，台语叫摸，介乎摸形，东南啦，往这里提供的方向，懂吗？那个，那个是咱一般后为那，还是国语应该是那个，那个，是你上座本来面，后分来有功，分来有功。一个啊，行来进行分动，量量身体，本来面目光，为明见他在我好，伊这样子做后面在修呢，修是再多啦，再多艺术，因为若好是讲做学习啦、恢复啦，这方这是再多艺术，叫修啊，修论文。将来日子以外，读书同外国所以哦，当时啊，到底会读啊，会有这个这个文啊，这个想法，或者文章的脉络，日子以外哦，还有朋友的以外，为人文啊，污逆说家这规避啊，逆角弯角，立在逆边，逆边的只是一条啊，另外，归零虽在本来，是以性主义讲啊吼，因无只是如人因水，因为读册时阵读做水，咱讲因为做水，如人因水，因乱主义。所以讲读册因嘛，有咧讲为为同款。
因为这规定书呀，规定我你要主持某你当书完，这是讲我做，用完来将我做后面的做书啊，先做好起啊，并要问规定今后啊。用心处理一些语言同一相应什么意思？向何处去？用相应处理我讲这个相应处理，你看它属于两个打工啊，就是用心处理，也会有什么地方，所以什么处？像你可能会靠扩大机能别为机会，然后在第二波机扩大机可能是有一些意思，那你看今晚有关什么意思？蛇降蛇出体，用虾处体。哦，为连贯通完然后还是通完接济，无往接无啊，名类属啊。哦，这来这个讲就是哦，个人做出一条这个做义务啊，当然啊，在离开这个做身边啊，无那是咱个医生哦，就是证明真正是受害的大家要爱自己的义务啊，你可能一般的有迄个地方表示会爱医过咱真正的生活是有形有相的只要有达到某迄个道呢，某件咱自连接的只要达到迄个某迄个最高的境界聪明这依照进前有科学咱依照大家的病人我做叫迄个员工来接交代讲做位现在就现在就是伊来看卖伊无做的伊讲开药咱就去传做位经过这个考试，咱做就是有我做的是所以咱这个做位，你过程拢是做合理合法的，如果就是讲这样子人要做这个医务所以讲有这介绍讲就是做以前做将军的，功夫都厉害体能好体能好够走的，所以讲是几条这讲着这个介绍单位后迄个版本写啥惠顺呢？很好，这版本写惠顺的，孝顺义顺的，咱这个版本是写惠民的。当做到四品将军就做不简单的这年代底来，咱知影乡中内底会做神光神光主持的神光会先是依照是讲神光后来咱是讲这个会课的，神光的时阵甚至出街进行的做将军呢，当兵很厉害的。这将军是电竞时阵咱迄个杀手所以讲可能学前对应提升起来，这方法讲有这方法讲要请，我想要出街看看新闻这过程中我就有后来佫拄着做大摩做书甲大摩做书的时间论嘛是无法度达到大摩做书的境界我咧听讲说咧讲迄个成功
你当兵出来叫当时应该是像老样的哦，讲到的路上哦，别用哦，给你上花地有金的，那做到后面的哦，是真的，万法归啦，迄重点哦，讲是万法归啦，啊，不然大多数哦，伊讲了不然讲啊，万法归啊，你归何处嘞？啊，你拢毋捌想过？你较讲咱讲上讲到万法归，咱咧讲伊就是道理嘛。啊，大多数哦，你讲了不然讲啊，你归啥？你归何嘞？所以吼，唔当后来发现讲，不知你归何啦吼。啊，是你先讲拜堂无？你看少年的好书啊，只求一己的发扬无，不知一己，开头那个讲啥？到底不知到底归何？是你先讲拜堂，你说少年是为好书，只求一己发扬无。万法归因哦，啊，即马来大多数去进一步问讲，伊归何咧？不知到底因归何？我不知到底是归一心公拜大魔。比如说，历写少年会会是，只求一直多言人。所以讲民俗记条哦，民俗记嘛，哦，这想中来这做哦，神光师的功夫，然后主持几个人。咱讲着中分啊，吼，前功尽弃吼，是中分啊。咱遮这讲着单位语，出家人嘛是中分啊。所以吼，这个中分呢厉害吼，厉害的角色。所以吼，伊先对着咧人做为民做事呢吼。哦，迄若是讲有即个讲天命的宝贵吼，一锅可以解康定，叫做连一锅的都轻的物件。啊，这中分是做唔得对啦。是咱来这一锅，客袂简单，天命的宝贵恭敬你有始终须有，愿你除了迟莫强求了。啊，为民虽然讲将军身体甘苦好，就是我一直在即马咱会讲为迄个，不是要为迄个一般来，是要为着迄个法来，所以呢，有热心来就对了。一般咱的法律就是讲，有一个人对来要爱犯啥一般可能是爱先迄个财富，咱来个进一步可能就救命啊，所以爱安全起见还是利的就讲做义的知影讲人可能是要爱医过来你爱抢物件，所以物件去过来较明显就发现要人去，规日来了徛伫顶来第二台语讲得断呢，我说台语讲得断台语音也是断注意断的音提国不动。所以咱也知影讲桂林做为做书记抄抄文章，甲看刘姐咧讲收银我为发来，我为医来这顶来就是说为发来，我为医来这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即摆来桂林出来了几个呢所以讲桂林有水出的咱这就说桂林做咱做咩嘛做咩？望乡者为诺顺。咱若看迄个作段来故事内底，真嘛咱讲做你来望乡了爱心，赶紧来
讲交代讲啦，合作啦，若是科吼，啊有新科，来赶紧来报我。啊嘛，迄个阿某吼，拢要收入吼，啊去吼，讲请人啦，开工了赶紧来报伊。哦，啊嘛迄朋友吼，要收入，啊嘛讲，你若是你拄着吼，爱赶紧来甲我通知，迄个树吼都收起。啊，你早呢？有迄个大海，这样对吧？哦，那个说了，这样呢，就是啊，一文哦，这个啊，先记嘛，就讲啊，足宝贵的啦吼，小学生册。好，即摆咱来看这个第二段吼，516页第二段吼，再讲来变色资源，万年放大啦吼，变色资源讲万年放大。有些力量的在前进嘛吼，有些力量的在前进。咱咧求道的时阵吼，讲平心静气，贵精理足啊。咱有印象吼，讲平心静气，讲是静气，安静静气，平心静气，贵精理足吼。咱袂晓听苦，拢会晓背啊。长白板刀嘛，听苦拢会背。迄点倒数呢？哦，平心静气，贵精理足。诶，理足哦，理者吼，足啦吼。结果吼，头前个才变第二，哦，迄个变成贵精理足。变音呢？两个拢第三声啊，头前个才变第二哦，第二声。贵精理足，哦，平心静气，贵精理足，哦，还有讲，所以咱讲在讲不修仙不修佛，见你摸索当下吼，咱今日改变主意了，咱即嘛是来不修仙不修佛，做咱当下。哦，咱修仙不修佛，咱当下。正你摸索的那个当下，意念要集中了吼。这个时阵叫做要自心一处，然后自心一处是办的，大概我上面经文的，这经文的，那是我们叫这42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的哦，我们意念集中，我们上的嘛，所以我们讲禅定，禅定的学。禅定的学意念集中啊，也让这禅定，给它定在那边的，来智慧关照哦，为定慧等持啊，定慧啊，一体，定慧哦，定用哦，所以啊，各位为自心一处哦，不是间不是我哦，这动它哦。是平常做本来就落后，你囡仔就大毛，这个很有慧根呐，很有慧根呐，那个讲一个话呢，就是，这样这时间的指导呢，就是开幕，咱来看，四条毛流端啦，中端啦，这样。嘛是安尼讲记得，高低讲咱囝囝着得着啥物课啦，当作是得着阿咱课，阿难啦，阿难尊者啦，你迄个要对讲进前，还袂得着阿难课，讲作悲伤的咧考，悲伤的咧安对，就觉得已经病啊卧着，
阿咱咧考啊去，为咧得面前啊咧考咧老师，就甲安慰讲哦，不要灰心呐，要继续接近，再过不久哦，当得阿罗汉果了哦，对吧？对吧？变在那阿难尊者那是咱考到名师来的，咱有机会看，咱之前有发现这道名师的相，迦摄尊者了，有阿难尊者的迦摄尊者有这几经典，阿难阿来有这几经典，阿难咱一般拢甲讲伊个多闻第一啊，咱听闻咱就容易记的话，就讲话拢会记。那就对于多闻的我咧完全对，伊是人阿难尊者阿来嘛，是伫阿罗汉果的呢，直接因缘较慢点，迦摄尊者，迦摄尊者是咱较早对对，阿罗汉果，是可以的，妥妥是可以的，后头伊考啊，佢得伊得啊，后得伊可以呢。外口咧，迄阵诶人咧，修考因比即阵去咧出国开放了，遐不按考都袂过日中一时啊，树下一宿，树下就咧，请迄个人过来看伊，食迄摆，看伊嘛是考，伊在还是方面。迦摄尊者讲过有摕着迄个有为加些讲去云南鸡足山啊，咧等待弥勒佛。这看迄个网络影片有道弥勒成佛记弥勒成佛记那个讲着弥勒会当成佛那个动画影片这个。真正会当看到迄个就讲，迄阵咱咧讲诶，就是弥勒佛啊，咱咧讲未来佛，是迄个佛陀对着舍利佛咱弟子咱咧交代，再讲将来弥勒菩萨成佛，因为这里的弥勒佛，当然你讲着多率天啦，讲着成佛了状况，有做到。弥勒佛去云南鸡足山，几啊条透早几啊条他的住啊，兄弟所住住啊鸡足山，真正遐面做，迄用花较厉害啦迄弥勒佛安尼手一个过山就飞过，有几个有人坐，遐坐到已经，迄物件探光。那就石头来了，就来天神天神那个地方最让那个会有迄个成就。那个分那个法理分那个法理较浅，迄迦摄尊者迦摄尊者，迄个迦山啊，高迄个弥勒佛，这过程迦摄尊者那会当神通变化，变。然后也让他会弥勒成佛经，不单单的咱就是讲以未来佛啦，来导出咱弥勒佛是将来众生的归处所以咱今晚再来看这种报功业的这本来面目的咱的自信自信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在讲咱的卫生前的佛性先天的佛性后来他就讲着这个这个文化秘以外，还有秘义秘以外，还有秘义，到底是伫个啥
迄间学校大满，会面大家讲文化，甲个有面意义哦。其实密意当时咱我来讲讲迄个禅师哦，禅师见面不是都会鞠躬相对哦，禅机啊，禅师哦，以前是见到一个讲机啊，鞠躬相对，所以咧冇办法过。所以哦，当然讲出来的是你个吼，啊就爱管教吼，你在你的心上吼，你是在咱的自身上吼，爱归讲管教吼，你是在咱的自身上。密宗咧，你讲的密是啥？密宗咧讲的，密宗说的密是啥？身口意。密宗咧讲的啥物是身口意呢？其实咱的三宝心法，是加这个身口意有关。咱的三宝心法就是要净化身口意，净除妄想，净身业口业意念，还净三业的净身口意三业咱咧修行的重点就是咱啊，净心业、口业、意业，净迄个心业就是身宝，净迄个口业就是法宝，净迄个意业就是迄个佛宝，佛法生三宝咱咧有报言观咱讲意所闲观，意所闲观法报考观，法报考观的老佛学呢，还有所谓无字真经呢，还有梦见无字真经，它是身宝，身宝是迄个合同的手过合同手过合同的王妃止的王妃止恶的这是修身嘛。所以就是净身口意三业那三宝心法会有净身口意三业那佛教的目的就是讲要净一切众生的妄想，净化一切众生的妄想佛教咧讲的转世成智，转八行行数必有咱儒家咧讲是啥？格物致知要做第一的，要净一切众生的妄想，就是爱专心心地因为咱今仔这人要讲两百八十数字，这咱若做到经内底就会当看到这个数字你若像儒家咧讲做啥？业不第一格物致知的咱今仔日讲咱进行特别卷舌，业不第一。即讲咱古早祖先咧讲的是咱即个台语若即个国语后来即个满洲人伊就建立了清朝伊就拥有政权要让这个语言统一现在经过开会常选常客，当然爱常客台语音常客语言爱常客加点所在迄个语言后来到迄个国语迄个数字儒家讲做结婚第一，结新妇呢第两边也一般的解说讲研究的学问呢无共款一般
求道哦，咱咧讲内圣吼，内圣的吼，心性心性之合吼，迄就爱结有内在心不良好，贪嗔痴来事事结有去贪嗔痴来事事不必良知哦，这个是找回咱的良心本性啊吼。即马过来念吼，念这个讲做哦，最后四蛇吼，归名虽在恩来，就是咧讲湖北黄梅东禅寺啊吼，湖北黄梅那个东禅寺，是县吼，属地的地方吼，伊无只是有连饮水，有啊哦，这以前咧写文章拢会写着无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原来是来做单口内底，我来做单口内底，啊，语句吼，家人的吼，哦，咱若是讲，啊，有遮个保障吼，啊，啊，对迄个，对迄个，宗教的好学吼，遮个咱无对是，哦，啊，历史吼，可能是吼，因为官文吼。伊可能是留学，留欧啊，留美啊，吼，留美嘛，受了西方的文化影响，留美嘛，留欧同款，吼，这个欧美文化伊的源头就是希腊罗马文化，啊，希腊哲学家的观念吼，对宗教有足鄙视的，哦，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要讲咱对宗教爱足注重吼，宗是宗旨呢，啊道是道呢，啊这宗旨吼是足伟大的、足神圣，道法道义吼，这教化人心。这样咱有意义的代志，这人家动作讲得这幼稚无知的话，这真正足大问题啊！这是西洋哲学家的可能的，安尼传给到，所以吼，毕竟对迄个宗教可能较无注重。因为发展的过程中有迄个基督教嘛吼，啊有迄个政教合一嘛，啊后来佫变分离嘛吼，政教分离，啊变成政治吼，大部分的人拢是政治较悬的啊，这部分讲的政教合一的就是啊，都是个国家反击刚啊，那个政教合一，我做的是。咱人讲我做大汉，差不多拢政治拢，伊在上啊，或者在上，宗教都变成帮助，政治的吼，所以讲照顾咱迄个宗教是要帮助政治，这是好的部分吼，啊，不过爱尊重宗教吼，你啊可能像迄个，有迄惊迄个百姓叛乱的吼，拢就宗教当做哦爱王法。要控制，要管制，动不动的啥哦，这个判断还是啥邪恶还是所以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环境会当有这个好的环境办说明一个福报一个语言的良好的福报听好的语言，咱已经必须的照讲迄个真正是。真正迄个真心是万恶的，爱教人者，伊本伊就生死拉锯就咱以前来讲，经历30年讲给咱老前人、修老前人、圣老前，那个圣老前人伊对别的就代表你的敬迄就是中国国民党提出来了政府啦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中国大陆了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大陆大会讲这个监狱政府安尼甲处决然后监狱真正迄个地位高悬
圣老千人智慧高哦，这里山河相壁，高老还乡哦。这真足大个书呢，咱咧修行的过程中拢会哦，这民主较好了，以后是咱个人哦，这嘛是一个问题哦。我拢会讲这民主的好，啊，不是这样来跟那个看，这那是伊个立场的吼。哎，啊，毋过若遇到考验时阵咧，哦，遇到考验吼，毋莫遇到考验好上好啦吼，啊，遇到考验吼，就爱想着讲哦，迄圣人先，迄个伟大的精神哦。啊，你能够牺牲咱会当成为心力30点哦，咱即马即个若咧三代，即个四代典哦，拜了，咱爱去拜张老先生、邱老先生、盛老先生哦，受到膜拜咱这个修行人礼敬尊敬、尊重哦，这个是大彻大悟哦，生死拉平生死拉平。道为尊的德为贵的讲这置生死于度外咱一再提讲给讲中正先生置生死于度外，置生死于度外。那是我们对人的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安尼讲以大物以大物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照讲这是足伟大的毋过世间人世间人看人，讲对家己无有责任世间就是讲有一寡无满所以讲爱付出代价就对啦付出世间的代价，得到世间的得到世间的幸福这个当下就是一种智慧考验让我们放弃不别时让我放弃我教知道也不放弃放哪些放哪些事放哪就在善这讲讲就是像咱爱好我老先生好代志是家族的钱来互名义来功课性命财产照讲学足少的，足少的，叫不讲这里差不多。咱老天爷地方来提醒嘛，对这个书报书书报老百姓，你讲代志现今是咱来的所以讲咱做书伟大的精神。来，另外后壁咱讲到最后讲的这个甲基调讲爱印江西的袁州甚至伊即摆要离开做田做书到底要几个去？太阳基调到底几个去？几个去嘛是要方法理性做这样的地理可能咱也发言咱也发言在台湾时那在地在福建厦门漳州还是晋江晋江的是泉州在那读册晋江的是泉州他的龙溪的是漳州晋江的较古早年还是要有泉州古早，咱咧读是元朝泉州的第一大港。这泉州元朝时阵的第一大港口所以说当然也在贸易泉州所以可能是因为泉州的后来咱晋江晋江是县里，晋江是泉州的。然后晋江是泉州一部分。晋江还是
龙溪那是漳州啦，云天那是江西啦，漳州是较南边哦，漳州是较南边哦，泉州是较北边。咱咧大陆嘅漳州、泉州来咱台湾以内咧，这是主要的部分啊，福建过来主要的部分是来自漳州、泉州，漳州是较南边，泉州较北边咯。泉州是较北边，最过来到台北遐是较北边。可是较比台北较北边。咱内底，这是江泉州原来我这个时阵就咱时间转变啊，这个时阵时间转变啊，咱这两年，咱那两年，这个转变，这纬度较高啊，包括大天嘛这样子，刚好你假期的这个内容啊，那不是啊，不是这个，我看那是咱得去公园玩上面，连雨连到我翻来，我们讲连雨公园没有到我翻。我不讲，哎呀，一个从小看来的，那个五天边前。这讲到这个，要去电视台的那个看那个身体康体的，唱歌，听啊，快拢较听歌听吼，人拢讲到这聊，我从聊副这种，较唱歌，啥物副呢？是聊副的，唱歌这打挂了，我这这些。咱当时安怎变啊？变好呢？无伊王元节季，王节有啦元江西的盐州啦，江西盐州啦你爱看地图啦王是这个盐州内底王山，盐州里面有龙山，我建议讲泉州内底有晋江，每地开发所以当时按照湖南江湖有很多那个大修行，所以说招访到江西湖南那边风云书唱歌啊，见那点时间那个这个钱不一样，所以是到家可能有些是讲对这个这个